因后退休年会引发全国大抗议，将350万人行就街路示威，爆发警民冲突，有市政厅大门一号放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国防部昨发声明指出，有一架飞机是甲伊朗有牵连的无人机攻击叙利亚东北部一笪有美国人员的基地，造成一个美国的包厢死亡，阁有5个美军甲另外一个包厢受伤。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对伊朗的武装部队精准空袭。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叙利亚当地时间23下晡点外，一笪美军的基地飞机是去予伊朗的无人机攻击。根据美国的情报部门评估，无人机甲伊朗的武装部队有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授权军方反击，目前已经知影讲美国的发击有造成8个甲伊朗有牵连的武装人员死亡。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的电子大起价，一国立大学嘛拢志在袂调，所以东京艺术大学是决定办音乐会募款总经费。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由美国主导的第2届民主峰会29起果，南韩总统尹锡悦收到拜登的邀请，做第1场会议的主持人。咱的总统蔡英文嘛按照伫咧过境美国的时阵，参加3月30日的民主峰会。英国《Times》报道，英国央行阁宣布升利息，加上政府的能源费补助4月就要结束。如果有数百万的英国家庭，当年支出爱增加99英镑，约是代票的清晰。所就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甲加拿大达成协议，会当拒绝对对方国家入境无庇护证件非法移民。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以色列国会通过司法改革方案。法官会当罢免总统的条件受到限制，民众封路示威。不过，总统纳坦雅胡态度淡定的，强调一定要改革。法国怀罢延后退休年会，工会暂时阁行上街路抗议。法国的总工会就表示，干那首都巴黎有80万人参加，全国计共是有350万人做伙示威。各地头拢有民众甲警方起冲突，甚至有市政厅的大门去放放火。法国退休改革法案通过了第1摆全国动员大罢工，巴黎游行大部分和平。警方估算人数是11万，工会统计是有80万。游行到一半，上千个无政府主义团体乌地开始公海店头甲麦当劳素食店对街路粪扫甲切打来放火。地步警察用催泪甲施警喊大赶人，掠数十人。到暗时，拢一直无平静。总理博纳迪推特谴责暴力行为无法度接受。这一天，法国各地也出现同款的场面。西南部都市波尔多市政大厅门口互人放火，南特、洛里昂甲里恩拢发生警民冲突。全国铁路、航空交通受冲击，工会也搁伫北部诺曼底甲南部都市滨海福斯各封锁一间炼油厂，互戴高乐甲奥利机场用迄部航空煤油通用。政府对2个炼油厂发出停用令，要求员工恢复工作。Pour nous, il y a 10 ans, il y a 12 ans maintenant,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précédente elle était déjà pas acceptable. Et nous, ce qu'on revendique finalement, c'est 60 ans, une retraite à 60 ans. 为防止退休金破产，马克宏政府提案将法定退休年岁为62岁延到64岁，各动用宪法49.3条，跳过国会强行通过。互工会大反弹，马克宏支持全国演讲，坚持新法会伫年底生效。阁是关于南会，工会已经宣布要伫2月发起第10轮的全国大罢工抗议。迄一天，英国国王查理3世会坐火车为巴黎去波尔多。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阿富汗的新学期这2天开学，伫咧塔利班政权的统治之下，这做囡仔有关是无法度去学校上课。阿富汗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禁止女性读中学的国家。为着这囡仔的前途，真侪阿富汗的父母是选择带囡仔逃去附近的国家巴基斯坦，互囡仔会当受教育。不过因难民的身份，毋若互因受歧视，是连工课都真歹找，经济陷入困境。这是伫巴基斯坦一间专门予非常善车的囡仔会当读册的慈善学校，其中有真侪是为阿富汗逃难来遮的囡仔。
参照娜塔莎甲伊两个姊妹啊，因为是查某囡仔，若是留伫阿富汗，就根本无法度读册。好佳在有一个所在提供互因学习的机会。I feel bad. We came here and we see tha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go to school, but our country is destroyed and the schools are closed. 另外一间伫巴基斯坦较市区，互差不多高中年岁阿富汗难民青少年读册的私人教育中心内，参像安尼，查某学生坐伫共一间教室上课，是伫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统治之下，根本无可能出现的画面。I feel so happy to study, to be sitting here with my classmates. I'm so happy that we came here and that I can continue my studies. 真侪阿富汗的父母带规家伙仔逃到巴基斯坦，是为着要互查某囝会当继续读册。但是事实上，巴基斯坦并毋是一个对难民真友善的所在，只有非常少数的难民会当伫当地找到头路，所以因的经济拢真困难。参照娜塔莎甲伊的姊妹啊，读册转来下晡就爱赶紧去街仔路卖物件，甲厝里斗3工。但是因伫路呢，定定会拄到巴基斯坦人讲真歹听的话。甲因口舌甲侮辱，所以真侪难民的囡仔会认真学英语，希望将来有一日会当离开巴基斯坦去欧美的国家生活。My favorite country is Canada because the country is very beautiful.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Canada one day? Yes. 记者感恩恁朋友。伫咧电影《钢铁人》搬秘书的险球啊，美国奥斯卡影后 Gwyneth Paltrow 7年前涉嫌伫咧出世时阵弄着人做伊走，官司是到今也未拍煞。甲个人讲，伊骨质、脑部受损，人生规个去了了。毋过 Paltrow 是骂对方讲是利用伊的名声咧拐钱，讲伊才是去互弄的迄个人，一个人讲一款话。以3红情书这片摕到奥斯卡影后的格林斯派特罗，最近是较少有作品，但是这礼拜伊却出现伫犹他州，接做法庭公放的女主角，因为伊涉嫌出世弄人个人讲。She knew what she was doing was dangerous. She knew it was reckless. 提告的是76岁已经退休的验光师桑德森，伊指控格林斯派特罗伫2016年伫犹他州盐城湖出世的时阵，因为越头去看其他所在，造成分心失控，对后壁甲伊弄个倒，造成伊永久性的脑损，使其变仔骨断去，面嘛受伤，而且佫随走去。What I believe happened is that he was struck from the left side, and that forced him into the ground. It's also been the testimony here that Ms. Paltrow was on top of him at some point, so the combined weight of the two individuals slamming into the ground caused the fracture and the head injury. 控方找2个医师来作证，讲桑德森原本是一个真有活力、社交嘛真侪的人，但是这个事故让伊的生活完全拢变啊，包括出世、跳舞和做志工这活动拢停，原本要结婚嘛无法度结，行为和证书的功能嘛拢改变。但是派特罗的律师是讲，派特罗才是轰动的迄个人，伊讲桑德森出现的改变，可能是变老的结果，而且桑德森伫事故发生进前健康都已经有状况啊。Fair to say you don't recall him saying anything other than he was okay? I think, as I mentioned, he said, I'm hurting. I have some broken ribs. 这件诉讼是吵真久，桑德森一开始是要求赔偿超过300万美金，互判决驳回，即马佫甲金额改作30万美金。派特罗嘛颠倒指控桑德森，伊提告的目的是想要借伊的名气和财富来找一寡好康，颠倒叫伊来赔伊1美金。接落来，派特罗和厝内人拢会出面作证，诉讼嘛继续互大家关注。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带落街，带大家来看动物的新闻。造成火车慢婚的原因有800种，不过伫咧荷兰南部一座城市之间的铁路交通断站，竟然是因为野生动物马作收。因为马伫咧铁基路的下骹甲挖坑作收，或者铁基路有陷落风险。当地政府即阵是当拍拼要甲马先出动，甲因刷去其他所在。另外，咱台湾即几工是有人嫌逃走出来，伫咧南盘的修女竟然是有花雕马伫咧街仔路乱扫。原来伊是对动物园逃生出来的。园方讲，这只号做细蕊花雕马是破坏动物园的防护措施逃走的。这只花雕马伫咧外口逃亡3点外钟，园方甲警方合作，已经成功甲伊拔罪送倒去动物园。斑马为道边的巷仔口走出来，看到有人挡条的，伊个放慢速度，回头观察，佮向正边的小路过去，发现无路通行，佮一摆洗头。
南韩首尔市区的巷仔内底，23下晡发生有斑马伫巷仔内底走。韩联社报道，这只斑马驶路是迄一天下晡2点50分左右，伫首尔儿童大公园动物园破坏防护措施，甲炸拿了后，成功走去市区的马路。警察人员接到消息，就出动围捕。最后，斑马走去距离动物园差不多1公里的客家区，受困伫巷仔内底。动物园人员向西路发射定定剂，西路发射掉了后，伊阁走入去巷仔内底，了后甲警消队徛，定定剂煞开始发作，互伊东倒西歪徛袂在。警消人员就用网仔甲伊掠，搬起哩卡车送回去动物园。这毋是儿童大公园动物园头一届发生动物走出来。伫2005年，慢发生甲首尔参加游行活动的6只大象走去的状况，佮造成1名民众受伤。这届为西路走去，甲互围捕送到转去，时间拢总是经过3点外钟。动物园表示会调查斑马走去的原因，也毋过嘛透露，西路过去几冬因为父母陆续过身，技术性情出问题，常常毋愿意转去休困的所在，佮会甲隔壁的地市相拍。未来动物园会更较用心照顾西路的身心健康，避免同款状况发生。国际新闻台是唐平佑。南非西南部有一座生产葡萄酒的庄园，几多年前是引进这款真特别的印度走鸭。这群鸭唔耐伫咧葡萄园内底斗食海棠，因为鸭屎嘛会当漚肥，互葡萄园唔免用农药甲化学肥料，真正真环保。而且这寡鸭咧行路无样亲像军队，真趣味，想袂少游客专工来看。开工啊哦！逐工早起9点外，这一大群鸭就会准时来到这个葡萄园开始上班。莫叫是因只是伫葡萄园内面踅来踅去，因是真认真在找葡萄树、甲树叶仔顶头的落梨，也是其他的虫，甲这对葡萄树有害的虫拢总食掉。We call them the soldiers of the vineyards. As they go through the vineyards, they eat all the small insects, so we don't have to spray for any pests in the vineyards. They keep them pest-free. 这是南非西南部城镇斯泰伦波斯，一个专门生产葡萄酒的庄园。因自几多年前引进这种真特别的印度泡鸭，这个鸭唔但会当伫葡萄园内面帮忙食糖，互葡萄园完全唔免喷农药。鸭放的鸭屎嘛会当直接当做天然的肥料，就唔免阁使用伤侪化学肥料。所以因为有这群鸭，这个葡萄园变作是一个非常环保，会用永远用友善地球的方式经营的所在。而且这种印度泡鸭，甲一般的鸭无共款，行路的时阵袂安尼摇摇摆摆，因的脚特别长，身躯嘛拢徛甲停，阁会遵守规矩，一只一只排队排甲足好势，袂输真正敢若军人伫行军共款，看起来非常趣味。所以嘛吸引真侪人特别来这个葡萄酒的庄园，要来看这个鸭大军。It's amazing how they behave themselves, walk in the row. And it's like they're in the army or whatever, yeah, no. 这个鸭非常听话，员工只要轻轻呼吸啦，因就知影会当下班，转去鸭寮休困啊。目前庄园总共有饲差不多500只的鸭。葡萄树若开始结果子，为着莫互鸭甲葡萄食去，鸭就会开始休假，放因去草坡仔佚佗，也是去湖边耍水。或者鸭认真工作以外，嘛会当伫遮快乐生活。记者感恩恁朋友。英国青年克管弦乐团内底团员拢是非下甲鸭的较济。因最近是当咧北美巡演，因的创办人是毋望拍破管弦乐团拢是白人团员为主的传统，互非下甲鸭的音乐家会当伫咧古典音乐界有搁较侪演出的机会。来自莫扎特 A 大调的《欧达达协奏曲》，管弦乐团甲乐曲活泼搁轻巧的优点，规个拢演奏出来。伫纽约曼哈顿林肯中心的大卫格芬厅，对英国来的青年克管弦乐团抓准时间较紧来排练。那斟酌看就会当发现，含大多数管弦乐团拢以白人占多数无共，青年克有真侪非裔的面，佮邀请纽约爱乐非裔首席做伙来演出。I'd had more than 30 years in the industry with an international career,
And I was always the only person of colour on the stage, but not just on the stage, but in the entire auditorium usually. 了解到，不是白人的认证是真歹入去到古典音乐界。英国有名的低音提琴手努瓦诺库，在2015年是创立奇内克管弦乐团，伊是欧洲第一个以非 A 和 RA 这少数族裔为主的管弦乐团。名奇内克是对西非国家奈及利亚通行的伊普语来的，有美妙也是使人赞叹的意思。希望大家会当改变，让古典乐界族群更加多元。 The only colleagues of colour that I see who have a job in an orchestra in this country are those who are exceptional. We call it exceptionalism. I would like to make it positive and say you can be what you can see. 对演奏家、指挥到作曲家，渐渐拢会当看到非 A 的成员。奇内克乐团是一直超越传统，即摆来到美国嘛，希望这个信念会当传去无同的国家。不过根据调查，美国各大管弦乐团的族群比例，干那1.4%是非 A 乐手，族群平等的目标搁爱拍拼。公司新闻刘岩编译。泰国曼谷新的铁路总站满速车头有24条轨道，大港是会当予60万人出入。当局是5万公改打造做东南亚铁路中心。泰国的铁路署有新的里程碑，泰国北部新起的满速车站总算完成国内52班长途列车的整合，正式正式铁路运输中心。1月19日到1點19發第一班列車，將多人專工走嚟翕相。รู้สึกว่ามันกว้างขวางใหญ่ขึ้นใหญ่กว่าหัวลำโพงเยอะน่าจะรองรับ 满速车站的大楼占地30公顷，有4层楼高，12个月台，24条铁轨路，上最当同时管理40列火车，每天会当容纳60万乘客出入，也有智慧客服机器人。伫满速车站启用进前，过去曼谷的铁路总站是指长宁街附近的华南蓬车站，是1910年喇嘛5世太皇朱拉隆功年代开始起，由意大利的建筑师喇嘛纽色当局顺从民意，已经收回上早要拆除旧站的规划，即马决定要予底停的62列区间车继续停华南蓬车站，甲以前的基地留来。铁路局也甲车站改造成做一个结合博物馆甲商业中心的园区。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